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中航名節 Flight Operation and Control 嘅同事。今日我哋為大家介紹下我哋嘅日常工作。我係一名 Flight Plan Officer， 喺部門入邊負責 Flight Planning 嘅工作。日常係主要準備航班飛行嘅文件，包括飛行計劃書、天氣資訊同埋 NOTAM。NOTAM 即係 Notice to Airman， 用以提供機場或空域資訊俾航空人員。航班到港後，我哋會同機組人員做簡報，等機長收到資訊後，決定航班飛行所需油量，然後再將相關資料匯報俾 Load Control Officer 知。我係一名 Load Control Officer， 日常工作主要係計算貨物、行李、乘客同埋油嘅重量，再將呢啲數據初步安排擺放喺唔同嘅飛機位置。我哋會計算起飛重量、降落重量同埋無油重量，去符合航班嘅要求，以達到安全飛行。如果計算晒有差池，就會令到飛機產生危險，所以我哋每個 step 都要好小心㗎。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哋嘅團隊，咁就快啲 WhatsApp 我哋人力資源部啦。